万世间爱耶主，都以主人一人，一定对当今，丢了我主兄弟相见万无尽。第二节，主之本心立誓，我可以所救抓，我被那应提心归关就天应大，我被跨主的名，称赞一大观念，有了奇妙主爱的名，永远无停。真好，大家囡仔真好。过来第二首圣诗573首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第一节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，世俗魔鬼地要赢，伊要牵我手。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告诫，伊要牵我手。第二节，我的听心若得灵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我心无坚定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耶稣听我告诫，伊要牵我手。第三节，耶稣看我过宝贝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告诫。牵我手。最后一首，咱要来吟祝福的诗歌，
姓氏第三，毋是，歹势，399首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在你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同在，愿主眼光遍照你应。宽待你，主诚心保守你对这事，到永世代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在你心内。甲你应同在，愿主眼光遍照你应，主必宽待你，主诚心保守你对真是到永世代。这条歌咱爱唱2摆，但是第一摆了后的时，第一摆了4拍了后的时，咱就随接咧唱，莫搁等前2拍，免搁等吼，安尼较袂有个人有等，有个人无等吼，全乱去安尼，吼，咱时间已经差不多吼，安尼会记得讲，咱反复的时。前2小节无等，就直接就唱咧，安尼好。咱今仔练歌到这结束。大家平安，咱要来开始今仔敬拜，请甲手机啊转到震动，还是关机。
我的心神啊，就醒起来；琴啊、色啊，就醒起来。我要甲日头叫醒，上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咧房中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，你的信实透甲强冲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阳光遍照全地。咱即时要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3首。阿必然的上帝。阿必然的上帝，万管统的。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阿米拉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道的上通，罪的赦免，上帝的可爱，永远的hòa名。阿免。
请坐。咱即时要用诗篇121篇来启用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民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的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高举妇女的地位。我要学习玛利亚学了你讲，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看顾妇女的卑微，对待以后万世代要讲因有福气，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因来做大的代志。伊的名是圣，伊扶持伊的女婢来纪念人民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瘟疫渐渐消失去，赐予阮健康，也要保守瘟疫后社会特殊的终结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人民原谅人的骄傲甲野心，煞通可怕残忍的战争甲对立，保守台湾平安无受侵略，赦免阮的愚妄，破坏大自然，造成天灾连连。恳求你人民无阁有灾害、粮食欠缺、各种资源的不足。通货膨胀，人心对立，道德价值观沉沦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，恳求你人民台湾，掌管台湾2024年的选举，有你伫选举中，阮就袂因为庆宴的火把头所发的受气来惊吓，也袂心内失去平安。搁较袂因为卖国求荣的恶者所讲的言论来担忧。恳求你赐了明辨是非的灵，予台湾的百姓，予讲白贼的自食恶果，除去政治人物为着家己的声量破坏价值观的行为，摕人民的钱满足家己的权利的欲望。毋通互魔鬼的价值得到正，赐予阮一个行你旨意、听人民有公义的台湾政府。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快乐，拢归伫阮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今日妇女诗班要带咱来敬拜，感恩的祈祷。
三甲来强受上帝的话，记在创世纪11章30节。撒来未生育，无生囝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罗得嘛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赫兰的时75岁。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得出发，佮带因伫赫兰所积聚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，要去迦南地。因来到迦南地，亚伯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摩利上树遐。迄时迦南人住伫迄个地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毋通阁叫你的某做撒来，着叫伊做撒拉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伊，互因做真侪国的老母，出真侪君王。”上帝的确将伊的话刻条伫咱的心内。今日真欢喜，中营路中的老冠霖牧师要来讲道，伊的主题是因你得福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会当三角组织来听通主对咱心内所讲的话。伫开始进前，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同心聚集伫你的面前，阮要用坚强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愿你即时临在，开阮的心，互阮得到敬畏你的智慧，开阮的目睭，看见你的心意，也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你呼召阮的声，求你引带阮行你对阮生命所计划的道路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免。伫咱的人生过程，会经历着真侪咱无法度选择的时刻。伫遐个时阵，咱受着环境，还佫有体制的束缚，咱期待改变，却陷入袂顶袂动的状况。最后，咱只会当选择接受，渐渐看袂到其他的可能。即款的故事，对个人到组织、家庭到社会，总是不断的出现。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会互咱的人生愈来愈无愿望，总是要相信改变，却无勇气。所以，咱的心定定拢伫改变以及维持这两边互相征战，也真恶伫想象咱有搁较好的未来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也是即款的一段故事。过去咱拢用男性的眼光来读即段经文，咱会称呼亚伯兰做信心的爸。毋过，咱袂记得，伫伊身躯边，阁有一位恬恬无声的女性，叫做撒来。伊伫男性为主的社会体制，必须放下家己的想法，接受男性的安排。面对无法度选择的人生，撒来敢有法度对上帝维持同款的信心？伫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的今仔日，咱要做伙用这位女性的眼光来读这段信心的故事。对于创世纪来讲，今仔日的经文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伫这进前，因为人的自我中心，还佫有犯罪，上帝通过大水的事件、巴别塔的事件，
互人的计划受到毁灭，人受分散去到全地。刷来到创世纪第11章的后半段，写着族谱，内面有子孙兴旺的愿望。内底的主角拢伫勇壮的年岁生养囡仔，也活甲真长岁数。毋过，当即个族谱写到他拉的时，却渐渐失去生命的活力。他拉活到70岁，才生3个囝，其中有一个囝死伫伊的面前，阁有一个新妇无法度生囝。故事写到这，原本男性为主的族谱，却出现了女性的名。伊因为无法度生囝，撒来的名互人写伫遮，承担无法度为家族留落后代的罪过。迄个时阵的人认为，上帝会赏赐人生囝的气力，毋过上帝无赏赐互撒来囡仔，可能是因为伊犯罪，才会受到上帝的处罚。咱会当想象，撒来伫咧家族内面，应该会受到亲情朋友的体笑，也会感觉真自卑。想到迄位无赏赐伊囝儿的上帝，一定是充满怀疑、怨叹，到底做毋到什物代志，必须爱来承担即款的人生。因为安尼，撒来可能真恶对上帝有信心，也真恶相信上帝会予伊祝福。撒来甲伊的翁婿阿伯兰住伫富裕的社区尼城，食穿拢有剩，心内却因为无囝，感觉真欠愧。一天一天，伊的年纪愈来愈大，渐渐接受无囡仔的事实，对稳定无改变的生活感觉真惯势，渐渐袂去想生命有搁较好的代志会发生。无拍算，有一天，伊的生命有了新的变化。伊的豆干宣布牵线的消息，伊无选择有囡仔的拿福，颠倒是选择带着无法度生囝的伊阿伯兰，阁有德仔陆德要做伙离开。撒来伊毋知影为虾米是因受惊，也毋知影路途的终点伫倒位。伊将对未来的惊吓藏伫心内，渐渐向前行。因来到赫兰的时，伊的大官过身啊，只剩伊甲翁婿，阁有侄仔3个人。小小的家庭伫青云的所在，因看袂到未来。这时，上帝对伊的翁婿发出呼召的声，爱因搁一摆行上牵线的路，去到上帝指示的所在。上帝应允因成做大国，互家己甲别人得到福气。这是撒来的翁头一摆听见上帝的声，伊无怀疑，随时就来离开。就安尼，撒来阁对着翁婿的脚步，开始一段看袂到未来的旅程。来到迦南地，看见伫遐住着真侪迦南人，无共款的信仰、文化甲生活，开始想象，若是要伫遮徛起，爱面对偌济文化的冲突。上帝选伫即个看起来无可能的所在，阿伯兰来显现。伊讲，即个所在要赏赐予伊的后裔。当上帝的应允甲目睭所看见的现实无同，人要怎样对上帝有信心？这对撒来来讲是真大的困难。上帝应允要予因土地，毋过事实上，因是世界牵线的外地人，来到已经有人住伫顶悬的所在。上帝应允要予因后裔，毋过撒来伊是无法度生囝的妇人人，就算讲上帝真正要甲土地赏赐予因，若是无后裔来
继承土地也是一场空。撒拉伊无法度想象亚伯兰竟然会相信即种无合理的应允，并且佫去祭坛来敬拜做回应。上帝予亚伯兰的即个好消息，对撒拉来讲可能是歹消息，因为伫伊的生命经验内面，上帝予伊无法度有心，予伊成做予家族见笑的对象。毋过，这位上帝却对伊的翁婿来讲话，佮应允讲因有后代，这互撒拉想起伊生命的欠缺，也想起迄段期待佮失落的日子。若准撒拉伊要相信上帝的应允，伊着转换过去改变过去接受命运的心态，伊爱搁一摆点到迄个改变的希望，并且爱准备好可能的失望。伊嘛会当搁用另外一种较安全的想法，就是想讲亚伯兰会有后代，因为上帝应允伊。毋过，伊的囡仔毋是我的囡仔。就是爱由另外一个女子来所生。当亚伯兰伊相信上帝并且回应的时，撒拉却因为无法度生囝的自卑受到束缚，伊无法度将家己连接伫上帝的应允。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是撒拉伊无法度了解的，因为甲上帝的应允相比，撒拉看见的是现实条件的不足，还佫有亚伯兰伊敬虔的生命背后人性的软弱。亚伯兰知影因所徛起的所在是上帝应允的所在，却因为拄着饥荒来离开。亚伯兰拄着有权力的人，却为着保护家己，将撒拉送互有权力的人做新娘。撒拉做女性的身份，伫咧社会阶层的上下面，伊无气力保护家己，只会当忍受互人吞踏的命运。当上帝的应允甲现实有真大的差别，伊只有放下期待、认命，用即款的方式来保护伊家己。撒拉伊总是恬恬毋出声，伊袂去突破社会的阶层。为家己争取改变的机会，伊只有顺探命运的安排。直到上帝的应允过了25冬，伊用伊的性命亲身来见证上帝的应允袂实现。这个时阵，圣经开始头一摆记载撒拉伊有家己的想法。撒拉一开喙就讲：“耶和华禁我生囝。”伊埋怨上帝对伊人生的束缚，伊否定家己甲上帝应允的连结。因为上帝的应允袂实现伫伊的身上，所以伊找另外一个人来，要为亚伯兰生囝，互伊有传承的后代。撒拉找到伊的埃及奴仆夏甲，伊是伫咧权力的阶层上下面的人，无法度拒绝主人的要求。撒拉可能会想象，当夏甲完成伊生囝的任务了后，就会乖乖退场。了后，撒拉就袂阁互人看做是互亚伯兰绝后的罪人。毋过，无想到即个夏甲生囝了后，却想要照着安尼平身，所以两个查某人因主人甲奴仆的关系开始摇动。致使奴仆踢笑主人，主人凌迟奴仆的8点钟的剧情，伫即个家庭来上演。撒拉伊的一生用恬恬无声的形象、受害者的面貌，过了大半世人。毋过，当伊家己的想法头一摆出场，就是用自卑佮刻薄的面貌来显现。撒拉伊陷入一个受害者变做加害者的循环，变做可怜佮悲哀的生命。当撒拉看见奴仆对伊的踢笑，伊对翁婿讲：“愿耶和华伫你我的中间判断。”撒拉一面期待上帝为伊伸冤，
另外一方面，伊用家己的权力去欺负比家己搁较弱势的学家。撒来对上帝无信，互伊开始用家己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也显出伊内在的人性黑暗。上帝怜悯撒来可怜的性命，上帝理解受害者甲加害者的身份怎样出现伫撒来的性命，致使撒来无法度相信伊会得到祝福。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伊用信息守护对撒来的应允。有两届，当撒来差一点仔成做社会阶层上下面的受害者，上帝及时出现，直接打击迄个上有权威的人，保护撒来无陷入危险。上帝也介入撒来甲夏甲的战争，保护了搁较弱势的夏甲，调整两个人无平等的关系。上帝甲夏甲讲：“你转去你的祖母遐，降服伫伊的手下。”内面所讲的降服，也是回应的意思。过去夏甲因为社会阶层的关系，伊必须爱屈服伫咧撒来下面听伊的话。毋过，当夏甲互上帝拯救了后，伊出伫家己的选择，转去到撒来的身躯边，这是一个自由的回应。了后，伊无需要搁靠着铁锹去打击对方来展现伊的权力，所以夏甲转去啊，这个家庭的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。上帝坚固伊的应允。一天，撒来显明伊要怎样来执行伊的计划。最后，伫亚伯兰100岁，撒来90岁的时阵，上帝讲，生囝的应允要成就伫撒来的身上。上帝也予撒来一个新的名撒拉，这代表伊有一个新的身份，要来迎接新的开始。虽然面对应允，撒来的回应是偷笑，也铁笑家己，感觉无可能。毋过当囡仔出世了后，伊看见的是无阁遗憾的喜乐。囡仔的名叫做以撒，就是笑的意思。撒拉讲：“上帝予我欢喜笑，既然听见的人也要甲我同款欢喜笑。”伫撒拉的人生，捌因为无法度改变的命运，伫上帝的应允面前铁笑家己，但是上帝的信息赢过人的软弱甲环境的考验。撒拉一步一步向上帝学习信心的功课，最后伊对原本认命的状态，变作相信上帝会当创造新的可能。撒拉一开始因为伊未生，互人写名伫族谱内面。过去人看做是一个侮辱的记号，毋过来到上帝的手里，却有了奇妙的变化。经过几来的世代，撒拉变做列国的老母，成做历史上无法度欠缺的一个重要角色。撒拉的后代成做以色列民族大美荣耀的国度，也连接着主耶稣基督对全世界的拯救。这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过的应允：万国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迄时撒拉伊毋知，这个应允也包括真做女性的伊。上帝赏赐撒拉养育性命的活力，一代搁一代有影响力的性命，照着伊传承落去。无论是受到男性安排的撒拉，也是受到奴仆的制度束缚的夏甲，因拢活伫无法度摇动的社会制度内面，却看见上帝为因创造新的可能，并且用新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工作。因为伫上帝无恶伫正的代志，就算讲伫无法度摇动的社会制度内面，有缘有望。上帝会当进入社会阶层，来拯救遐受压迫的人，
上帝也会当引导无公义的社会体制，互受压迫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活伫旧时代的撒拉甲夏甲，因无法度想象，当时代继续向前，遐个无法度摇动的社会制度会互人引导。过去恬恬无声的女性，会活出新的可能。对人命到活出愿望，上帝继续伫无共款的时代写落无共款的女性故事。共款的是，无论这个性命怎样发展，最后因拢要互其他的人因为安尼得到福气，也要继续愿望上帝伫无共款的时代要做新的代志。伫台湾早期的宣教历史内面，也有真侪女性的宣教师，因伫接受命运甲开创新局的冲突内面，看见上帝渐渐改变男性为主的社会体制，伫因的性命写落新的信心故事。2礼拜前是伊莱莎宣教师过身121冬的日子。咱对伊的名可能无啥熟悉，毋过咱应该会听过伊的翁婿李修牧师，也是咱所熟悉女学的创办者。事实上，即个创设女学的想法是对伊莱莎来的，毋过因为迄个时阵的宣教环境是男性为主，所以伊莱莎虽然有想法，却必须要通过伊的翁婿来出声。就安尼，伊莱莎伊的声音、面貌以及伊的名，就安尼，互人埋葬了几百年。李副牧师向台南教师会提出创设女学的要求，并且得到建筑用地了后，过无偌久，伊就破病来过身。还未完成的女学创设的工作，是伊莱莎独立完成。伊写批予传教士会，申请找派女的传教士，也继续开读经班，拜访外地教会，阁捐出伊家己所有的财产，拢总300英镑，做女学建筑的费用。伊的努力总算突破了体制上的限制。伫1880年2月26日，伊莱莎正做头一位派来台湾的女的宣教师，伊会当用伊个人的身份，继续争取女学的创设。只是伊无法度亲目睭看见女学完成。当女学伫1887年2月14日创立，伊莱莎因为破病的关系，人伫英国收养，并且伫1902年2月21日来过身。虽然伊莱莎对女学有真侪贡献，毋过经过真久的时间，拢无人知影伊的名。直到即几冬，才有历史的学者伫英国的一份旧的档案内面发现伊的全名，并且通过一张真无清楚的相片来想象即位勇敢女性的面貌。咱会当看顶悬的投影片。有伊的相片。好，我紧，安尼咱继续讲，等一下有出来时，咱才来看。伫伊莱莎过身的20年后，有一位女性宣教师甲伊的翁婿去蜜月旅行。因来到台湾，受上帝引带，开始宣教的路。伊是孙丽莲。迄个时阵，台湾女性的宣教环境，因为信仰前辈的努力，有真大的进步。女性会当受教育，也开始有女的牧师出现。但是，大家对女性的期待，也是以母亲甲太太的角色较重要。所以大家会称呼孙丽莲做孙牧师娘。毋过孙丽莲讲，我无爱只是做一个宣教师的太太，我要做太太宣教师。
伫男性为主的社会体制内面，孙理莲整合了母亲、宣教师以及宣教师太太的身份，将宣教的所在对处理传传到教会，也互真侪妇女有机会行出家庭，参与教会服侍。毋过，伊的信心旅途也捌几啊摆受到挑战，其中包括连续落体甲囡仔过身的疼，打击伊的母亲身份。虽然伊伫正做母亲的即条路经历真侪艰难，却因为安尼，有真侪人因为伊得到福气。孙理莲伫痛苦内面向上帝祈求，互后面所生的囡仔会当留落来。上帝听伊的祈祷。孙理莲因为囡仔过身所产生的疼心，互伊对孤儿寡妇有一份怜悯。伊伫台湾逐角落创设孤儿院，阁有帮助富人人的机构，拯救真侪囡仔的性命。后来，伊不只是成做2个囡仔的母亲，也成做山地之母、亡灵之母、孤儿之母，以及泰国病人之母。伊用女性的身份，创立台湾头一个立案的社会福利机构——芥菜总会，为当时男性为主的宣教环境开启了新的可能，也互咱看见上帝通过女性的身份，要来展现无共款的恩赐。上帝欢喜男性甲女性做伙同工，为上帝国开创新的面貌。自过去到现在，女性伫社会面对真侪挑战，有的时阵是社会体制的问题，亲像杀来甲学家，因拢是社会基层的受压迫者。迄个时阵，上帝的手会存入无法度摇动的社会体制，为因带来新的希望。时代继续向前，行过台湾妇女改革的历史。咱也会看见上帝使用伊莱莎、孙理莲这个勇敢的女性信仰前辈，互因虽然行伫男性为主的体制，却靠着上帝的能力，一步一步开创新局，互受压迫的女性得到透放。无论环境怎样变化，上帝拢有伊奇妙的所做，伫无共款的社会环境，继续来做新的代志。上帝的所做超过咱的想象，伊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拢种了愿望，互咱会当带着敬畏的心，听候伊的心意成就。因为咱知上帝要带领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，咱毋免认命，咱会当起来创造新的未来。虽然咱会面对人生的软弱甲信心的微细，也阁有即个世界扭曲的价值观，互咱的心摇动，伫咧变甲不变中间来挣扎。毋过，撒拉最后的喜乐，孙理莲甲伊莱莎所展现出来的信心行动，咱就知上帝的应允绝对超过咱所面对的挑战。所以，咱会当继续充满愿望，并且用一个祈祷的心，行出这个信心的路程。上帝呼召咱做伙行一条朝见伊的路。上帝明白咱内心的软弱，伊通过生命的情景，一步一步教咱信心的功课，直到咱放弃咱感觉无法度改变的价值观，放弃咱认为安全的状况，伫迄看袂到的愿望顶悬，拄着上帝。加尔文讲，目睭刻刻，直到咱放弃即个所在，完完全全交伫上帝的手中，咱会做伙伫愿望内面拄着迄位信实的上帝。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知即个世间阁有真侪妇人人伫咧受压迫的环境内面受苦，咱拢受呼召，行向遐个受压迫的灵魂。上帝奇妙的恩典要成就伫咱的心上，带遐个受苦的人对巨人吞踏的命运内面得到透放，
对互相伤害的自卑以及绝望内面，看见新的愿望。愿咱靠着主的恩典，做伙行往主呼召咱的所在，伫长长的宣告历史内面，看见上帝行伫咱的头前，带咱进入伊的应允。我相信有真侪人的性命要因为咱开始得到福气。咱搁看一摆伊莱莎的相片，有2张哦，本来加即张尔，迄面就看袂清楚。后来有一个绘本的绘者，用伊的想象吼，将伊莱莎较清楚的面貌家画出来。那这变做即马是伊莱莎唯一上清楚的一张相片。内面嘛有伊过去的一寡背景，伊是伫南非大汉的。伊的爸母拢共款咧做偷棒、奴隶甲妇女的工作，所以伊其实自细汉就有一种要带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的心情。然后伊成做宣教师，因为伊伫非洲的经验，所以伊会当适应台湾的气候，也对台湾的妇女有一份关怀。伊的名是爸爸妈妈因为想要互伊学习即个作家，即个作家伊是女权的运动者，也是对奴隶有一份关怀的，所以爸爸妈妈望伊会当有一个学习的对象，就将伊的名号做甲即个作家共款，拢叫做伊莱莎。伫咧几百年了后，伊总算有一张较清楚的相片。咱一面纪念即位女的宣教师，一面也思想上帝的应允要怎样成就伫咱的身上，咱要怎样延续即位宣教师的精神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，主，阮要学习你奇妙的所做，因为你伫逐时代拢有你奇妙的方法来带领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。你也要伫阮的心内运行，赐予阮信心，赐予阮愿望，互阮伫感觉无法度改变的时阵，犹原仰望你奇妙的所在，要成就伫阮的身上。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看阮性命的软弱，互阮有气力、有精神，继续甲你做伙来跑走这条充满应允的道路，互阮的心袂感觉野生，因为你的活力要继续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，直到阮伫这条信心的路途顶悬，搁较深认捌你，搁较深甲你连结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吟圣诗573首，我的信心若无定。
咱即时用哪执事要来报告妇女事工主日的事工。主内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我代表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，大家请安甲致谢。感谢大家对中会甲总会妇女事工的支持、带导甲鼓励。因为有咱教会众姊妹参与，所有的事工才会当那顺利来进行。借着妇女事工纪念主日。伫逐项的服侍安排，训练妇女真侪福音的精兵，为主来使用。2022年，本教会妇女团契组织契有107名，分做8组，每组有2位组长来负责关心契友。阮每礼拜的拜二上午8点半到9点半是固定的聚会。内容有圣经的信息、专题演讲、见证的分享、医学的常识、健康的讲座，阁有分组的带导等等。阁煞了有9点半到10点有诗班的练习。阮有2位真认真的老师来指导阮，互阮会当伫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甲每个月第5主日礼拜。来献诗，阁有参与伫会友的婚礼、丧礼来负责献诗，阁配合教会节庆献诗，甲逐项的事工活动。每礼拜的聚会，互阮参与的姊妹拢有感受到稳定甲喜乐。同时嘛，要邀请各位姊妹做伙来参加妇女团契聚会。煞了，阮有一个泡泡印，咱有阮的。聚会甲活动。
求大家伫基督中为着妇女团契来代祷，透过咱的服侍甲来荣耀上帝，互阮众姊妹得到主满满的祝福甲喜乐。愿上帝丰盛的慈爱甲恩典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的身上。感谢。咱即时来奉献。请坐。好，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。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咱的圣经学堂，咱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第1节到22节，也请咱会当继续来看吼。今仔日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咱感谢中营女中的刘冠霖牧师踮伫咱中间，为着咱带来美好的信息，咱拍拍感谢伊的服侍。等下点伫下晡2点到4点有一场咱伊丽莎白照顾讲堂，咱要讲女性史新故事我甲吕义新老师，伊是一个导演会踮伫遮阮做伙分享关系着女性的故事，所以邀请咱大家，咱下晡2点若是有时间，咱会当踊跃来到伫大礼拜堂，来到伫遮参加。好今仔是部会周吼，所以嘛请咱的各部的部长甲咱的同工会当三注意，嘛踮伫后主日咱要召开中执会。财务部会踮伫3月19第2堂礼拜后来举办财务训练，所以嘛请咱的团契会长机构首长出力过价，会当做伙来参与甲报名吼。所以请咱各团契的同工特别是财务的同工，会当踮伫3月16进前咱的办公室来登记甲报名吼。好，过来这是稳中牧师的第2公主恩迪甲英英要踮伫拜六下晡3点
这礼拜拜六下晡3点，伫大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礼拜，嘛恭喜稳中牧师甲牧师娘因的家庭吼。好，嘛甲大家分享，咱看到是一家转来啊吼。有看到咱是一家转来，感谢福州兄伊的着磨啊！大家人讲，敢若看袂出，敢若看袂出伊有受伤过。真正上帝赏赐福州兄有真水的文书，嘛真做咱的帮衬。啊，伫咧修理的过程中间，伊嘛特别咱分享这个十字架的故事。伊讲吼，你有看到死的天使无？你有看到对这个十字架看见死的天使无？有看到死的天使吼？哦，这伊讲这个十字架有死的天使，啊，有死的天使了后，佮中一个圆箍啊，这代表上帝的恩典是永远没有停止啊，永远无停止啊。所以讲，做伙咧学罗咱的上帝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虽然有当时啊拄着意外，嘛踮伫意外的中间经验上帝的恩典甲带领，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嘛感谢福州兄以及总务部同工的着磨，互咱真紧会当恢复咱的十字架啊！所以我做以上安尼报告啊。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金句是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2节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你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”咱做伙来读。上主对第2遍，咱搁来读较整齐一撮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”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2节。咱三甲来吟祝福册签的诗，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离开人生的黑暗、绝望、
离开世界的价值观，向上帝呼召恁的所在去。众人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角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这灭道比会